聽講過咩叫絕處逢生未？真係唔到你唔信，有時命運呢樣嘢要轉起上嚟，快到你連眼睛都眨唔切。今日同大家講嘅呢個故仔，真係發生喺我哋香港地，主角係一間本來已經行到去懸崖邊緣，差一隻腳就踏入歷史墳墓嘅老字號食肆。就喺冇幾耐之前，呢間鋪頭嘅老闆每日望住個門口，成個晏晝都冇3-2隻貓入嚟，拍蒼蠅拍到手都軟埋，銀行戶口啲數逐個月咁縮，成間公司上上下下都愁雲慘霧，老細直情已經執好晒包袱，搭埋心水準備隨時光榮結業，同班老員工一齊散伙。點知峰回路轉，邊個會估到命運嘅齒輪話轉就轉，因為一班熱情到爆炸嘅內地遊客，竟然將呢間一隻腳踩入棺材嘅鋪頭，生生由鬼門關前面拉返出嚟，唔止起死回生，直情係爆到紅晒，變咗今時今日全城最矚目嘅出位神話。你知唔知當日老細見到個門口排隊排到條街尾，連條馬路都差點塞埋嘅時候，佢眼眶都濕晒，真係流住馬尿咁同身邊嘅人講多謝。呢間香港食肆而家日日夜夜俾班內地客食到爆晒燈，晚晚旺到好似過大年咁。到底呢間嘢背後經歷咗啲咩驚心動魄嘅起伏？今日我就帶大家去睇下呢個奇蹟背後嘅故事。話說返去2-3年前，香港嘅餐飲業整體環境係點？相信大家都點都有啲印象，特別係好多做街坊生意或者係傳統口味嘅老店，經營壓力大到真係唔係普通人可以想象。我哋成日講喺香港做食肆，第一關要過嘅就係租金，第二關就係人工，第3關仲要面對市民消費習慣嘅改變。當時呢間鋪頭已經傳到去第2代，老闆今年都接近50歲咯。佢由20幾歲開始跟住阿爸喺廚房打滾，辛辛苦苦守住呢間鋪頭守咗接近30年。但係前1-2年真係遇到前所未有嘅寒冬，一來本區嘅街坊老齡化，二來好多後生仔女放假就一式一樣咁北上消費，一到禮拜6日，成個區冷清清，鋪頭由朝到晚得嗰幾張熟客單，有時甚至連開爐嘅煤氣費都差點賺唔返。老闆晚晚收鋪之後，一個人坐喺張摺凳度，望住個收銀機，入面得嗰幾張薄薄嘅銀紙，連交租都唔夠。佢當時真係心灰意冷，同老婆商量咗好多次，話不如算啦，做埋呢個季度，等份租約期滿就將間鋪頭交返俾大業主，自己落返嚟打份工或者提早退休算啦。但係呢個世界上好多時最精彩嘅劇情，往往就係喺你準備放棄嘅前1秒鐘發生。就喺老闆都已經寫好咗遣散通知書，準備同班做咗10幾20年嘅老伙計交代嘅時候，有一日下晝，鋪頭突然入嚟咗幾個拎住行李篋、講住普通話嘅年輕人。呢幾位內地遊客一坐低，就照住手機入面嘅一啲相片，點咗鋪頭最招牌，但係平時好少人識得欣賞嘅古法手工菜。當時老闆雖然心情沉重，但係秉持住做街坊生意幾10年嘅良心，依然親自落廚，用最足料、最傳統嘅手藝煮咗幾道菜請佢哋食。呢幾位年輕人一食之下，對眼直情發晒光，好似揾到新大陸咁，一邊食一邊讚不絕口，仲攞部手機出嚟，對住個環境同埋啲菜式拍咗好耐嘅影片，又同老闆影咗幾張合照。老闆當時都只係當普通客咁招待，客客氣氣送佢哋出門口，根本就冇將呢件事擺喺心上。點知呢一個下晝嘅小小相遇，竟然成為咗呢間鋪頭命運嘅最大轉折點。原來呢幾位年輕人唔係普通遊客，佢哋係喺內地社交平台上面擁有幾10萬甚至上百萬粉絲嘅美食博主。佢哋返去之後，將當日喺呢間老鋪食飯嘅經歷剪輯成一條非常精美、充滿人情味同埋港式情懷嘅短視頻，仲喺各大平台上面同步發佈。條片一出，真係不得了，短短24小時之內，點擊率就突破咗幾百萬次，無數網民喺下面留言，話呢間先至係真正嘅香港味道，話呢啲先至係去香港一定要打卡嘅隱世美食。結果去到第2日朝早，鋪頭根本都未到開門時間，老闆好似平時咁行返去準備開門，行到街角嘅時候，佢整個人都呆咗。佢見到自己間鋪頭門口竟然黑壓壓一片，全部都係人，
目測起碼有成70-80人喺度排緊隊，而且好多人手上都拎住行李篋，一邊睇住手機，一邊對住佢間鋪頭指指點點。老闆當時第一反應仲以為係咪自己得罪咗人，俾人揾人嚟收數或者搞事，嚇到佢心跳都加速埋。當佢戰戰兢兢咁行過去，啲排隊嘅人一見到佢，居然主動問佢係咪片入面嗰個老闆，然後好興奮咁話自己係專登由深圳、由廣州，甚至坐高鐵由湖南湖北過嚟，就係為咗要食佢煮嘅嗰道手工菜。老闆嗰一刻真係成個人震晒，眼眶當場就濕晒，佢強忍住淚水，即刻開門請大家入去。由嗰一日開始，呢間鋪頭就正式開啟咗佢哋嘅爆紅模式。以前下晝2-3點係落場休息嘅時間，而家唔好話落場，由朝早11點開門，一直到夜晚11點收鋪，門口條隊就從來冇短過。班內地遊客嘅消費力真係驚人，以前街坊入嚟可能就係點個30幾蚊嘅下午茶餐，而家啲遊客一入嚟，2-3個人就點滿一整張台，咩招牌菜、手工點心、燉湯，總之係最出名、最高質嘅嘢，佢哋都毫不猶豫咁點落去，直情將間鋪頭嘅營業額推到去一個以前諗都唔敢諗嘅天文數字。隨住知名度越來越高，不單止係普通遊客，連內地一啲大牌嘅明星、網紅都紛紛慕名而來，專登坐保姆車過嚟呢間鋪頭食飯。有一晚，鋪頭門口甚至出現咗好幾位喺內地一線嘅綜藝節目大家，佢哋完全冇架子，同普通人一樣喺門口排隊排咗成個鐘頭，入到去食完之後，仲主動喺微博同埋小紅書上面幫鋪頭宣傳。呢種海嘯式嘅流量，直情將呢間本來已經快要倒閉嘅老店，推到去全香港最頂尖、最受歡迎嘅食肆行列。老闆而家每晚數錢都數到手軟，但係佢最開心嘅唔係賺咗幾多錢，而係見到自己同阿爸辛辛苦苦守護咗幾十年嘅傳統手藝，終於得到咁多人嘅認同同讚賞。佢每次見到啲內地客食得咁開心，又對住佢豎起大拇指嘅時候，佢都會好感觸咁同身邊嘅員工講，話真係多謝呢班內地遊客，如果唔係佢哋，呢間鋪頭一早已經變成歷史，自己亦都唔知去咗邊度。講真，呢個起死回生嘅故仔，反映出嘅唔單止係一間鋪頭嘅幸運，更係成個香港餐飲業，甚至係香港同內地文化融合嘅一個縮影。以前好多人覺得傳統老店因為裝修舊、位置偏僻，好難同出面啲新式連鎖店競爭，但係正正係因為呢份保留咗幾十年嘅舊同埋真，反而成為咗內地遊客眼中有獨特魅力嘅寶藏。當依家好多香港本地人都忽視咗自己身邊嘅美好時，一班嚟自五湖四海嘅旅客，用佢哋嘅熱情同埋眼光，重新幫我哋發掘出呢些珍貴嘅本土文化。呢個轉運神話話俾我哋聽，只要你肯堅持產品質素，只要你對自己嘅手藝有信心，當機遇嚟到嘅時候，你一樣可以由低谷反彈，創出一個連自己都唔敢相信嘅奇蹟。睇到呢度，大家係咪都覺得好勵志呢？一間本來要執笠嘅鋪頭，而家變成日日爆滿嘅排隊名店，老闆由當初嘅愁眉苦臉，到而家每日都感恩戴德，眼濕濕咁多謝大家支持。香港嘅餐飲業其實仲有好多咁樣嘅隱世老店，佢哋可能都正在經歷緊唔同嘅困難，但我相信只要有更多好似呢班內地遊客咁樣懂得欣賞、願意分享嘅人出現，香港嘅餐飲神話一定可以繼續寫落去。如果大家下次喺條街度見到有間鋪頭門口排晒長龍，入面坐滿晒拎住行李篋嘅旅客，不妨都入去試下，支持下呢些用心做嘢嘅香港老闆，感受下呢種充滿人情味又爆到紅晒嘅熱烈氣氛啦！